哇！你睇城巴高級即係4場快線竟然嚟到呢度，雖然呢度有城巴啫，但係呢度冇城巴機入嚟。但係最慘嘅係城巴機場快線降級車，即係等於普通城巴，即係明唔明？普通城巴冇乜特別，同平時城巴冇乜特別。應該係非專利道咯，我估應該佢啲車應該唔係專利。究竟有冇讓架車先呢？哇！有城巴反應慢少少㗎啦，佢可能一早已起咗步。